醒了。妙莲，记得吗？2年前，你也跟朕一起出巡过。这天下经过2代人的努力，总算是国泰民安了。这些年啊，朕见过的美女无数，但只有在你面前，朕才会不自觉地放下一切，说说心里话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这是你最喜欢的西域贡香，朕给你点上了。好热。热吗？朕就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脸色像花朵一样娇艳欲滴。放开我！大半夜的，孤男寡女的。你越是这样，朕越喜欢。怎么是你？醒了。你对我做了些什么？混蛋！无耻淫贼！你是朕的昭仪，朕怎么无耻了？你用迷香害我，毁我清白！这不是迷香，这是你最喜欢的西域贡香。谁喜欢了？我才不喜欢呢！而且我也不是你的冯昭仪。那我的冯昭仪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？反正我不是冯昭仪。这是妙莲的记号，你就是朕的冯昭仪。我什么时候长了颗痣啊？妙莲，朕答应过你，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，你就不要再胡说八道了，好不好？朕已经封你为左昭仪了，这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啊。什么左昭仪右昭仪的，我才不稀罕呢！我想回家。恭送皇上。皇上最近都在哪儿肃亲啊？哦，回皇后娘娘，皇上自巡游回宫后，每晚都留宿在朝阳宫。这个贱人，回宫不参拜我也就罢了，还天天的端着架子，让我这个做皇后的还怎么统帅后宫？哦，皇后娘娘说的是，那冯昭仪也不过就是一个妃子而已，现如今竟然敢仗着皇上的宠爱，不将娘娘您放在眼里，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一个昭仪，竟敢用狐媚手段日日魅惑君王，剥夺其他嫔妃的机会，扰乱后宫，罪该万死！哎，皇后娘娘息怒，皇后娘娘息怒，娘娘息怒。奴才倒是有个想法。说，娘娘，后天皇上带着百官要去东郊狩猎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娘娘，您想啊，皇上这一去，机会不就来了吗？郭公公，不枉本宫平日里疼你。哎呦，多谢娘娘。该怎么做，奴才心里明白。奴才这就去办。
娘，你何必呢？家业国师来了。啊！妙莲，妙莲，妙莲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皇上欺负你了？家业，我好想离开这儿。我讨厌皇宫，讨厌皇帝，我讨厌他们把我当成冯昭仪。这里让我感到害怕，在这里没有一个人相信我。妙莲，你跟我说的莲花山打天坑的事儿，我查了，历史上确实有皇帝在此失踪，还有很多人在此地神秘失踪。也就是说，你相信我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回家的。娘娘，今天天气还真是好呢，您的气色也越来越好了。娘娘慢点儿。哎，娘娘，是皇后那边的人。不理他，我们走。哎，娘娘。呀，郭公公啊，您今儿可真漂亮。皇后娘娘命你立刻去觐见。我没心情。娘娘，他拿的是皇后的金牌，您若不去，恐怕会被杖责。那就去看看吧，我倒是要看看皇后会耍什么威风。请吧。